韓國九元箭由韓國專業團隊精心設計同埋製造，由9層多功能物料組成，結合9種天然水晶，放大遠紅外線同負離子能量，有效穿透身體組織，改善痛症同體質。全新加入 EMF 電磁波同過熱恆溫保護，令用家倍感安心。簡約遙控界面設計，按下遙控器中間圓形電源按鍵，啟動9元箭，遙控器會發出聲效，螢幕會顯示現時度數，代表已經開機。左邊加號同減號係溫度調校按鍵，最高可以調至65度。長按加號或者減號，可以快速轉換自己需要嘅溫度。選定溫度之後，手指放開，螢幕上嘅數字會快閃2下，代表設定完成。右邊嘅加號同減號係執行時間按鍵，分別有3、6、9、12小時可以選擇。關機只需按下遙控器中間圓形按鍵，螢幕數字消失，代表已經關機。9元箭人性化設計，適合身體不同部位，任何部位關節痛或者麻木僵硬，9元箭都可以輕鬆配合，更獲得國際認可，安全可靠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請隨時同我哋聯絡。感謝你選購韓國9元箭 ，Amazing Life，傅美健。